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比特币大案一个金融诈骗大案。这几天有个新闻可以说是让人哭笑不得跌宕起伏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华尔街之狼》加猫鼠游戏里的混编体还带点数字货币的魔幻色彩。这个主角就叫钱志敏，这位其貌不扬的47岁的大姐，可以说是金融奇才这位大姐几年前在中国非法集资400多亿，后来案发她换了6.1万个比特币，是6.1万个比特币然后拿着假护照一路逃到英国。这位大姐到了英国以后并没有消停她在伦敦北部叫汉普斯特租下6居室的豪宅，这个也没什么据说她曾试图用比特币购买一套价值2350万英镑的房产，结果恰恰就是因为这次购房触发了英国的反洗钱审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就是所谓的不作不死他如果继续保持低调说不定现在还能在英国继续潇洒。2018年英国警方突袭了他的别墅，查获大量的电脑和比特币。2021年5月，警方正式冻结了他设备中的6.1万枚比特币，这批比特币现在价值480亿元人民币。大家知道现在比特币多少一枚是11万美金吧，大概是上下吧。这个也让他成了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比特币扣押案。这个财新网9月30号刊登一篇报道，叫6万枚比特币案主角钱志敏案大反转，出人意料出庭即认罪。2018年他被英国警方逮住之后后面陆续开庭了，但是他是拒不认罪。我们看财新网报道说2025年9月29日上午10点半，英国最大规模比特币洗钱案在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12号庭开庭，被告正是中国天津蓝天格瑞特大非法集资案的主犯钱志敏。我认罪。钱志敏眼含泪珠，颤颤巍巍的点头说完。法庭内旁听席上的人面面相觑，因为这个钱志敏他以前他是不认罪的，这次他突然认罪导致这个法庭本来是要打算12周才能审完这个案子，现在这个时间恐怕要改写了，要提前结案。按照财新网的说法身高不足1.6米的他，人矮能量大，说身着一件浅灰色毛衣，体态微胖，在玻璃围栏后显得格外拘谨，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然年龄只有47岁，但鬓角的白发依稀可见480亿对吧，6.1万枚的比特币也没能让他对吧这个什么青春永驻鬓角的白发掩盖不了他的什么叫焦虑，可见这个钱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他努力向旁听席张望，似乎在寻找熟悉的面孔。面对英国法官问话说你是不是钱志敏，他通过翻译用中文回答我是，声音微弱。在确认完身份后，法官突然宣布休庭，待中午12点半继续开庭。在座的旁听者惊讶之余产生预感，说此次庭审恐将偏离原定轨道，就是大家本来都以为他肯定要跟法庭抗辩到底，或者跟控告方结果他这么轻易的就撂了，认罪了。按照财新网的说法，说一个关键细节是钱志敏此次更换了出庭大律师，由擅长金融犯罪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来这个代理，然后由精通刑法如公法交叉领域的这个一个大律师出任。恐怕在这个两个这个律师事务所和这个律师的劝说下，这个钱志敏认为认罪恐怕是更合适。这个认罪还是抗拒抗辩，这个都是一种博弈对吧，一种衡量权衡接近12点半时，法庭又通知推迟到下午2点开庭，直到下午2点半左右庭审才继续。据财经了解，在此期间钱志敏一直与律师团队商议对吧，紧急会议协商法庭上宣读了起诉书。钱志敏又名张雅迪，为什么叫张雅迪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叫张什么迪的，身残志坚我们接着往下看，这被控英国犯罪所得法2项罪名，一个是持有犯罪财产，就是那个加密货币第二个是转移犯罪财产，也是加密货币，它就是2个罪，一个是持有，一个是转移。具体而言说钱志敏在2024年4月23日或之前持有犯罪财产，即加密货币，并且
明知或怀疑该财产在全部或者部分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犯罪所得。钱志民在2024年4月23日或之前转移了犯罪财产，即加密货币，并且明知或怀疑该财产在全部或部分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犯罪所得。与中国比较详尽的起诉书不同，英国的起诉书往往只有寥寥数语、1、2页文件，用来正式确认罪名，具体证据是不会写入起诉书，而是在审前由检方披露给辩方，并在审理中提出。如果被告在开庭时直接认罪，则不会进入举证与交叉讯问环节，法庭将直接转入量刑阶段。我觉得这个说的也对啊，人家认罪了，提出了2项罪名，人家都认了，那中间这个双方控辩、举证，然后这个质证就没必要了。然后结果啊，这个起诉书公开的起诉书上面又没有这东西，这样的话，媒体啊要获取中间一些信息，比如证据啊，对吧？怎么得到这证据啊？这恐怕就比较难了。中国的起诉书啊，一般的这些东西都写在起诉书里面，起诉书一公布，大家都能看见。当法庭逐一问钱志民对这2项指控是否认罪时，钱志民都回答我认罪。他神情紧绷，眼含泪水，声音颤抖。就我感觉啊，可能是钱志民啊热爱祖国，他与他的祖国啊1分钟也不能分离，长期在英国待着，思念祖国，最后这个精神崩溃啊。一位知情人士称啊，钱志民方面在看到英国公诉机构皇家检察署准备了充足证据后，加之共犯驻守温检已判刑80个月，认为几乎没有胜算，于是改变了策略。此前钱志民的事务律师一直表示，钱志民打算在庭审中对所有指控提出抗辩。他还转述钱志民在狱中的话称，否认中国有关方面对他的欺诈指控。他还自称，因为2017年政府对成功的加密货币商人的镇压，他不得不秘密逃离中国。一个诈骗犯啊，居然通过这个转移视线，对吧？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到打压而逃离中国的一个商人。他在中国干的事情啊，咱们后面再介绍，你就知道他神通多么广大。律师还表示啊，在对温检的审判中啊，来自中国的证据从未受到质疑，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这个钱志民案啊，好像还牵涉一个马来西亚的护照的啊，一个叫林姓男子，现年也是47岁，有诈骗案底，身高1.8米，出庭时身穿绿色针织衫，戴无框眼镜，神情镇定啊。说财新网啊，当庭看到这名林姓男子啊，一方对钱志民的突然认罪显得措手不及。他被公诉机关指控参与洗钱安排，即替钱志民处理加密货币。当他出庭，律师表示啊，需要时间商议是否认罪，并定于9月30日上午再开庭。所以说钱志民这个突然认罪啊，确实让各方啊都措手不及啊，连他的同案犯都懵了。这也意味着钱志民一方的结局已经基本画上句号，一步跳至等待最后的量刑和宣判。在英国，洗钱罪可以处以最高14年的监禁，同时可处无限额罚金。实际判刑取决于案情复杂程度、证据强度、被告是否认罪、是否合作、减刑等因素。而这个主审法官呢，强调啊，这个洗钱金额巨大，手法复杂。根据这个伦敦有关律师事务所分析啊，认为该案的核心人物钱志民刑期可能高于6年零8个月。作为对钱志民这个案的指控啊，英国的检方啊，甚至安排了中国的警察，还有远在中国天津的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啊，由于这个钱志民他已经痛痛快快的认罪了，所以这一切都不用再做了，就是什么质证啊，对吧？举证啊都不需要了，所以证人也就没有出庭的机会和必要啊。财新此前独家报道，此次庭审本安排2名中国办案警察到伦敦现场出庭，另有近20名中国受害者和其他证人在天津的法院远程出庭作证。伦敦警察厅会派工作人员到中国配合相关工作，这些安排是在中英2国司法合作框架下实现。你看，这是一场跨国审讯呢，证人远在中国的天津，还有2名中国警察到伦敦出庭。伦敦警察厅在当天庭审结束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钱志民一案据信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笔加密货币洗钱案，通过细致的调查以及与中国执法部门前所未有的合作，我
我们获得了钱志敏试图在英国洗钱的加密资产的犯罪来源的确凿证据。宣判后啊，钱志敏会在英国服刑。由于中英之间尚没有引渡条约，他在刑期结束后理论上可能被遣返中国。那钱志敏是怎么获得这6.1万枚比特币的呢？他又是怎么把这比特币转移出去的呢？这个钱志敏啊，早年啊是在安徽合肥，在那儿从事这个金融方面的活动啊，主要是做直销和传销。在合肥的时候啊，他已经展露出在传销和直销方面的这种天赋啊。他参与多个直销项目，甚至用假名李霞还操盘山茶油投资计划。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直销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种打着投资创业旗号的项目啊，那是层出不穷啊。这让钱志敏啊第一次尝到了利用模式赚钱的甜头，也为他后续的诈骗之路啊埋下了伏笔。2013年，钱志敏卷入了香港瑞银国际传销案，这个项目啊被包装成跨境金融投资，表面上是卖山茶油，实际上采用会员制啊，回报完全依靠人头叠加，实际上就是老鼠会啊，就是传销啊。这种模式啊，在当时迷惑了很多人，受害者啊以为自己参与的是一个前景广阔的投资项目，却不知早已陷入了金字塔式的骗局啊。后来案件啊被公安机关查处，其主要操盘手啊陆续落网。但是啊，这个钱志敏啊，他凭借着自己早期的那种警惕啊，以及在这个传销这一块的这种天赋啊，他早有预感，所以他非常狡猾的成功脱身，就是别人被抓他没事，否则的话啊，这个6万枚比特币大案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钱志敏啊，那在合肥他就待不下去了，所以他悄然离开合肥，前往天津。大家知道天津吧？天津是曾经一度啊是传销圣地啊，这叫传销高地，对吧？天津也出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各种神奇的公司啊，所以这个钱志敏啊，他怀揣梦想，准备到天津啊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更大规模的资金游戏。2014年3月，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这一回啊，由于在合肥啊受到了惊吓，所以这个钱志敏他深知啊自己不能到前台，他得躲在幕后操纵，所以啊一切工商资料里面都没有他的名字，用的都是白手套啊。这样啊，他就躲在幕后精心策划一场盛大的骗局。这个蓝天格瑞公司啊，对外宣称专注各种科技，什么流行，什么时髦，什么这个超前，他就宣传什么。那公司就是做什么的。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啊，2014年啊，那时候就推出了生命手环、防疲劳安全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运动手表啊，空气净化器、比特币矿产等产品，就什么火搞什么。总之啊，一听起来啊，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充满了科技感。可实际上啊，这些都是钱志敏啊用来包装的华丽的外衣，核心的目的是推广所谓的理财产品，也不多啊，每一份理财产品投资6万元，承诺30个月每日返利，这个回报率啊高达200%以上，而且返利啊是递增的结构，就是符合的那个老鼠会啊拉人头啊，前6个月每天返100元，后期每月加码。什么意思？你投6万块钱啊，一天给你100块，这是利啊，给6个月那就是18000，后面再加可能就是一天给你150，所以这个它的回报率是200%以上的。你说这么高的回报，那你说它有多大的诱惑力啊？当然了，这种骗局啊，庞氏骗局，我们现在一看一眼就看穿，因为很简单，就是你干什么事情你能有这么高的回报，就是你要投到实业嘛，无论什么实业，对吧？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啊，对吧？被这个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所以啊，对这种啊背后没有任何真实业务支撑的这种理财啊，也是趋之若鹜啊。反正大家都是为了高额回报。当然了，就这样的话，你想骗更多的人也难。在中国啊，你想发财，你必须首先要神秘化，要包装自己，让这个理财啊，这种投资行为啊，这种骗局啊，带有某种宗教色彩。所以为了让投资人相信啊，钱志敏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神秘的形象，化名叫花花，花花草草的花花。听到这儿大家不要笑啊，我记得去年深圳那个叫什么鼎泰丰还叫什么，我名字记得不太清楚啊，一个理财，而且人家在香港还上市了，暴雷对吧？那人家推广的就是禅意投资法啊，不一个道理吗？啊，都是啊，所有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些操盘手啊，他们都要包装自己，公司是高科技，对吧？但是这个操盘的人呢，那绝对的
是比巴菲特啊那还要多一点神话。就是巴菲特他只是这个普通人嘛，没有超自然能力。他们跟巴菲特一比啊，不仅有巴菲特这种理财能力，而且还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总之啊，这个钱志明啊，为了包装自己，为了让投资者相信，深信不疑，所以他给自己啊又塑造了一个身份叫花花。那这个花花就很有意思了啊，为了保持神秘感啊，这个没有人见过花花，就像没有人见过佛祖一样。这个钱志明本人啊，到了天津也是一样，几乎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那有人就说了，那他不以真面目示人，他怎么着呢？哎，人家戴面具、戴面纱，公开场合露面啊，戴着粉白色的面纱，然后他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抬着进场。你看看啊，他显得自己跟那谁一样，对吧？跟那个身残志坚啊。哎，他出场跟那小说那叫什么新秀派吧？那什么新秀老仙是不是啊？我不太清楚啊。就是那个人一出场，就是下面徒弟就高呼啊。哎，他也是啊，他每次啊被人抬着进场，手下的人啊一边抬还一边呼喊三世富贵。你不知道这三世富贵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花花啊，也就是或者叫钱志明啊，他可以给你带来三世的富贵，那就是前世、今生、往世，后世、来世嘛，三世富贵啊，基本上就把你全涵盖了。所以你看啊，是不是有种这个宗教仪式化？这个钱志明对外自称是财富女神，说自己是清华双博士，还在美国留过学。实际上啊，他只是一个大专学历，这个碱利水的都能养鱼了，这些都不算什么啊，对吧？人家毕竟啊，这个钱志明人家对标一个是巴菲特，一个是佛祖，就是混合体啊。因为佛祖他不理财啊，巴菲特他没有神力啊，对吧？所以他是对标这两个人。怎么对标呢？刚才说了，出场仪式是吧？得搞宗教化，然后是世俗呢，线下的呢，人家学的是巴菲特，对标巴菲特。大家知道吧？巴菲特那个不是拍卖他的午餐吗？对吧？你跟他一起吃午餐，你得竞拍，对吧？得给多少钱？哎，人家这个花花呀，他也这么个整，他搞了个见面资格会，也就是你在这个公司投资600万以上，你就能见到他，听他亲自给你单独讲一堂课，所谓的传授发财秘籍。但是啊，你见面之前得把你的手机交出来，你也得戴上面具，两个人都戴着面具交谈，就保持一种神秘感，要不然这个超自然能力啊就不灵了。那这不就是妥妥的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吗？只不过啊，他不是没穿衣服，他只是戴着面具啊忽悠人。从2014年到2017年，这个蓝天格瑞啊，利用互联网、大型推介会等手段，以智能养老服务为噱头啊，先后推出10余项理财项目，大肆宣扬承诺零风险高回报，而且啊还给你签合同，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存款。当年啊，这个钱志明啊，他的口号啊，你听了之后啊，保证不陌生啊，眼前一亮。钱志明的口号是什么呢？你给格瑞3年时间，格瑞给你3世富贵。这个就是蓝天格瑞当年的宣传语，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熟悉啊？给我20年时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回啊，钱志明又对标普京了，喜欢对标啊。结果是什么呢？对吧？现在回头一看啊，这个3世富贵是没有了，前世来世反正搞不清楚，今生的你的富贵被别人拿走了，对吧？13万投资者的富贵啊，今生的富贵被钱志明席卷一空，然后啊，要用3世来还债，给他3年时间，对吧？还你一个3世的债务。钱志明打着比特币挖矿的和高科技投资的旗号，实际上就是开空壳公司，1分钱没花，全靠画饼。这种赚钱秘籍实际上就是庞氏骗局啊，赤裸裸的啊骗局。但是当时那个氛围啊，在传销2017年啊，那很多人都是信的啊。那个时候房地产也是烈火喷油啊，那个时候啊，什么你随便一个理财17%、18%那是很正常的。2017年中国的这个 P2P 理财啊接连爆雷，这个钱志明啊，他早有准备，拿着伪造的盛济慈护照溜到了英国，还带了一台装有6.1万枚比特币的笔记本电脑。看到这里，有人就问了啊，那他是怎么转移出去了呢？这么大的财产，现在咱们转一个5万美金，对吧？都要背调。实际上是2017年那个时候啊，比特币交易管得还不太严，咱们是2021年才禁止虚拟币交易啊，对吧？才正式的宣布你这么做是非法的。所以说2017年这个钱志明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头脑的啊，他把剩下的好像也还70-80亿吧，就是他钱已经挥霍掉了，13万人啊，当时好像是480亿还多少，就是受害者整个的钱，他把钱换成6.1
1万枚比特币，当时的比特币价格是大概1000多美元一枚。东方不亮西方亮啊，瞎猫撞着死耗子。它这6.1万比特币居然啊，7、8年以后啊，涨到了11万美元一枚，这也就是涨了100倍。它目前这个比特币的市值啊，比它当初啊给这个受害者造成的损失啊，居然还多了70亿。也就是咱们简单的说啊，他现在把如果这个比特币啊这个钱拿回来给那受害者发完，他还有70亿的剩余。有心栽花花不成啊，无心插柳柳成荫。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6.1万枚比特币现在在英国对吧被当局扣押，那这个钱能不能返还给中国的这些受害者啊？这个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能返还多少？有很多人呢2016年投资这个蓝天格瑞的钱到现在快10年了还没拿回来，多的啊有人投100多万的1毛钱没见着。关键是啊，钱志敏的律师啊他在法庭上说啊，他说他之所以将诈骗来的钱换成比特币，是希望赚钱以后啊还给受害者，对吧？既然挖矿挖比特币没挣着钱，我现在直接投资比特币也是一样。这台打着三世富贵口号收割财富的机器啊，在落幕的时候居然依然维持运转到最后的这种荒诞。那么中国的受害者啊已经委托很多律师事务所代表中国投资人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追索，对国内近13万受害者要有个交代。那钱志明的认罪啊只是追回损失第一步。这个按照英国法院啊他的说法，那英国人只认钱志明一个是叫持有赃款，一个叫转移赃款，但是你这个赃款是谁的，好像这个目前来说啊，英国高等法院对这个并没有明确的去，也就是人家不审这个。有律师事务所说啊，英国皇家检察署已向高等法院提起民事追偿程序，按照规定啊，这个赃款啊一半将归英国警方所有，另外一半划归英国内政部。所以对13万中国的受害者来说啊，现在又到了一个叫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就是这个犯罪分子所持有的财产是能覆盖他们的损失的，理论上对吧？但是啊，这个财产有多少能回到中国，有多少能用来对付他们的这个产品，这个就不好说了。那就涉及到英国的法律，还有中国的法律，还有双方的这个什么犯罪这些引渡啊、互认，这个恐怕又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这种法律诉讼啊，或者就是两国的外交协调。但至少啊，受害者有了一丝希望。三世富贵给不了，但是三世的希望还是给了。当然了，即便有那么多 P2P 公司爆雷，对吧？有那么多理财公司爆雷跑路，现在啊，依然还有很多人沉迷不悟啊，执迷，血淋淋的事实啊，都唤不醒他们。无非啊，一是贪，二是蠢，三是坏，总认为自己啊不会接最后一棒，都知道这是骗局。我在这个击鼓传花啊，这股神停之前跑了就行。他哪里知道啊？一旦沉迷这个游戏啊，他根本就跑不动，因为这个回报确实太高了。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